早前大美人李嘉欣有好一段時間冇公開露面，即刻惹嚟分辨同埋懷孕等等嘅疑雲。雖然之後佢同老公許晉亨拖手現身，令分辨傳聞不攻自破，但係着住長褸遮肚嘅嘉欣就未能夠粉碎懷孕嘅傳聞。呢日嘉欣就親自開腔回應啦。即係我諗呢個傳聞就即係其實就不斷久唔久都會即係其實都唔關着咩衫事咯。咁但係即係啦，呢個可能係因為我冇咩其他新聞啦，咁所以就係咁咯嚇。之前咧上咗一個滑雪嘅相啦，係咪特登想為咗澄清翻呢個傳聞㗎？其實都唔係，一個係之前嘅滑雪照片，咁但係因為啱啱人哋 send 俾我，咁我覺得 OK 咁樣，咁所以就發出去咯。咁但係唔係借滑雪去澄清任何嘢嘅，因為我根本都冇嘢要澄清嚇。但係其實自己係咪都會想追翻個女嘅咧？有冇？好多人其實其他人想我追女多過我自己想追啦。咁我自己都幾滿意而家嘅生活嘅嚇，咁就順其自然啦嚇。即係老公就都冇話想要佢冇啊，係啊嚇。身為家長嘅嘉欣當然有留意近日頻頻有學生輕生嘅新聞啦。佢話呢個係一個警告，要多加留意小朋友嘅情況，仲話仔仔而家係個開心嘅小朋友，冇咩壓力，希望其他小朋友都可以開心成長。講到黎明就嚟開演唱會，嘉欣希望收到黎明嘅邀請去睇 show， 但係就唔會上台做嘉賓啊。Leon 都會開 concert，係有冇見到佢上面成日 post Facebook 咧，成日 post 一啲片咁樣？係啊，好搞笑啊！我覺得佢係啊，好開心，佢自己好開心，咁人哋又睇得好開心。咁啊，佢演唱會頭先都有朋友問我會唔會睇，我希望佢會請我啦嚇咁啦，有機會上台添啊！咁我諗我冇喺佢嘅 program 入邊啊，即係如果純粹觀賞，我會好開心啊！睇咁樣係啊係啊。嚟緊嘅復活節假期咧 ，Michelle 就計劃一家人去外地滑雪，不過今次就唔會去到歐洲咁遠啦，暫時都係計劃去一啲近啲嘅地方。娛樂新聞，李淑蓮報道。